今次介紹嘅喺北角華熙大廈，實用面積係810平方尺。設計師做咗開放式廚房，亦做咗木條指天花。客人想做一個日式房間，所以我哋喺房間做咗升高地台，連日式趟門設計。我哋為客人做咗凹凸面木紋電視牆，亦做咗個玻璃面電視櫃。主人房亦做咗升高地台床架，床頭同衣櫃門都做咗日式設計。仔房床下層做咗升高地台床架，上層做咗吊床架。如果有咩問題，歡迎隨時聯絡我哋樂高設計。